前一波嘅地壳變方發生喺北京嘅後生嘅無留博愛錯用出來本人嘛，台視台嘅市長省去錯博愛錯，才本人要求我留委員用出來，而保留博愛錯方受到大家嘅討論，有網友就提案為廢除博愛錯，將短短嘅6年就有超過7300人同意通過為本人嘅門檻。這幾天，台中運輸公司嘅博愛錯總唔得大過15%，2013年爭議法，後者就認為也唔合適廢除博愛錯，不應該認真也兩個議案就否決了博愛錯嘅審議。我是小主播張雨燎。大家好，我是柚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罐頭。大家好，我係楊一輝，分享實況下禮拜嘅社會斯坎普。這裡是博愛座，你為什麼可以坐？來，各位同車的旅客們，難道不是老弱婦孺就不能坐博愛座嗎？有人贊成，也有人反對，所以禮拜社會斯坎普會同大家來討論的主題係博愛座賣認錯。社會唔是錯過博愛錯麼？喺1950年代，有位大馬人提出嚟正常化原則一個理念，希望身體唔離偏的人第18號都做得到博出。現正推廣嘅一個理念，故所以為博愛錯，希望大家盡量留意嘅兩本有需要嘅人。不過廿一波嘅博愛錯係有為新嘅問題，見到人唔敢去錯嘅。係個唔係老人家、婦人家、成人嘅也都去錯為博愛錯，上行嘅人就會講話。我大家都唔記得一件事情呢，有一道愛錯博愛錯嘅人對外表係看唔出來嘅，仲係有一個阿哥念嗰個，假模做看唔到，不過對外表係完全看唔出來嘅。有一日。佢冇帶土芒橋，一生日去坐捷運，韓國佢就坐啲平常時不會坐為博愛錯號，因這冇帶土芒橋，就冇人認出來佢係失蹤者。有冇資格坐到呀？就起來呀？但是我看唔到啊。咁有樣？阿哥你嗰個雖然看唔到，不過圈圈那些東西佢還可以感受得到。你做乜解會喺我面前壓數？講法了，明明就看得到啊！愛錯博愛錯嘅人，現在外表看唔出來就本人嘛。下來，enjoy去訪問阿哥念嗰個，嚟談看下佢對博愛錯嘅看法。發生博愛錯事件嘅第40日，enjoy 聽到阿哥念嗰個強下坐捷運，佢對嗰些情形還可以當有印象哦。他就是在我面前非常大聲，就直接說：天哪，現在教育真的很失敗，怎麼有人會願意為了要做博愛座，這麼年輕還說謊？旁邊的人就附和他說：你看他還在用手機，他一定看得到。然後瞬間就是我就被2-3個乘客就是斥責的感覺，然後我那時候其實還沒有要下車，然後不過我就是覺得，就是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然後其實有點生氣，就覺得他們怎麼可以這樣說我，但是。就是我也不想跟別人起衝突，然後有點百口莫辯，然後就是直接下車的。對，大概就這樣。一件事情點樣如何，本大家傳嚟傳去，未有一度嘅記者嗰個姐姐嚟採訪阿哥念嗰個，以講佢自家好點點嘅速度足跡。那1-2個禮拜，其實在搭捷運是覺得有點壓力很大。我曾經有一次是一上那個捷運站，就是有4-5個人就馬上要起來讓座給我這樣，然後我就跟他們說：哦。不用，因為我在一站就下車了，對，然後就過了一站我沒有下車，然後我就聽到旁邊的人就開始說：你叫他來坐了，他一定是因為上次被趕起來，這次不敢坐了，這樣真的。21年來，有一道有關後生日去坐博愛錯造成的爭議，故作永遠提出愛廢除博愛錯，阿哥念嗰個又很容易看的呢。發生博愛座那件事情以後，真的有蠻多人跟我分享，也不太敢做博愛座的經驗嘛。對，
这博爱座好像原本是一个很美意，然后但是现在好像就觉得也没有人敢做，然后好像那就是一种标签这样。其实我也蛮犹豫的，就我也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，到底要不要留着？就是好像没有博爱座也没有关系，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看见别人的需要。但又觉得说，就是有时候搭捷运站得不太稳的时候，也不一定会有人让座的时候，我心想，连现在有博爱座都不一定会有人要让座了，那以后没有的话，那会不会反而更不方便这样？影响嘅早已嚟聲音，嚟看下阿哥女哥哥去坐茶嘅家下會發生乜嘅事情呢？阿哥女哥哥冇辦法自家去潛到位嘅嚟坐，各位佢下站過後，將要好心嘅姐姐去同佢聽前位嘅。請問你是不是要坐位？要不要我們幫你買？你說什麼？旁邊有博愛座，你要不要坐？要不要我們幫？你說旁邊哪裡？這邊。所以你說哪裡？要扶你去嗎？好。這邊。這裡嗎？對。好 ，OK，好，謝謝。但是其實我也不一定覺得視障就是等要被讓座，只是有時候累了的時候也想找個位置坐下，只是我們又看不到哪裡有椅子。對，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覺得是，就是有時候像他有4隻腳嘛，然後可能進來的人又不一定會看地上，所以有時候他就會一直被踩到，有時候就覺得就是也想保護他，所以有個位置坐還是比較好。對。根据在这礼拜小时给铺为讨论博爱座的新闻，除了大家看到的冠霖哥哥的新闻之外，后续还有一些新的发展，是什么发展？来，张雨珊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，他们有人提议说废除博爱座这一个提案。那我们提案之后，我们只花了短短的5天，就通过了5000人的复议的这一个门槛。哇，很快，5天而已，5000个人啊！对，然后到现在我们录影当天已经有8652个人同意这个复议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等待行政，就是行政主管对来给我们这个一个回应。OK， 那我们就很好奇，观众相信他们也很想要知道，他们提议要废掉博爱座是根据什么论点？论点1就是纷争时有所闻，部分乘客自行判断某些人不应该坐博爱座。然后论点2就是民众之文化水准已明显提高，让座给有需要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的行为，一般座位也常见让座。所以他们透过这2个论点来提出说，希望可以废除博爱座。那首先，我想请教现场的3位，你们也很常使用大众捷运工具，你怎么看待博爱座？你有没有坐过？坐的时候，你的感觉、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如果我坐上博爱座的话，我会去检查一轮车上有没有老弱妇孺，所以就感觉这样其实还蛮辛苦的，就是大概每过1-2站，我就要四面八方去检查一下，然后如果有老弱妇孺，我才会让，就是我就要让他坐。我很好奇是什么事情让你有这种主动检查的心态？如果身旁有一个老人或是妇人啊，这样的话，一个年轻人就坐在博爱座上面，那他那个年轻人就会显得好像是没有爱心，不去关心老人，然后就让他站在那边，我就不想要被那样子，就是被那样子做价值判断。对，上公车通常博爱座是比较靠近上车的位置，就是比较靠近门口。那如果车上很空啊，博爱座也是空的，一般的座位也是空的，然后你一上车比较先靠近博爱座，你会先选择比较近的坐下，还是你会走到比较后面的一般的座位？比较后面。我是都比较走后面的。我是坐比较前，如果空无一人，我是会坐博爱座，因为有时候我去坐后面，然后到我们学校下车的时候，也可能会不方便，然后甚至有一次就是整个已经按下车铃，然后已经有人下车，然后我就赶不及挤到前面，所以司机先生，后面还有人，别叫啊！基本上已经关上门，所以又往下坐一站，我才可以下车。先谢谢3位的宝贵意见后，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。我们讲博爱座是给哪4类的人？原本讲的是老弱妇孺。然后刚才那个调查，短短5天就有5000个人上网去同意联署这件事情。你们觉得会上网去做这件事情的是什么年纪的人？年轻人。所以做博爱座很主要的族群，老人家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平台
表达自己的意见。按罗宁嘎因为有半弦外，看我老黄利亚礼拜社会太天宠。小记者现在位于双连新庄社福中心，邀请到20位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好。那待会我就来请教他们对于博爱座的看法。那我的问题是，要不要有博爱座呢？要到阿爸公、阿爸婆讨论到按认真，上来不有乜嘅结果呢？请举牌。哇，真的没想到全部都绿色的。那我们来问问看吧。博爱座决定要，不见得是老人家，老人家是第一，第二孕妇，还有不舒服的人，还有小朋友，对不对？老人家一上车，他没有可以坐，他需要他没有可以坐，这是不舒服的嘛。人到老了，到有病痛，你才会知道这博爱座的需要性。那就是有很多人都不敢去做博爱座，那奶奶你的看法是什么？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，真正假如说没有就是这个年长的还是怎样的话，也是可以做啦。但是人家假如上车来看有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就是明明就是老人啦，对不对？哈，云化组啦，决定要上起来让座，那么空的位置也是觉得，对不对？感觉好像浪费那个博爱座的意义，对不对啊？阿爸公、阿爸婆讲的一道也冇想到的事情，看来有博爱座对家庭来讲真然係當重要呢。也研究強下去工廠看看啊，會發生乜嘅事情？所以像這樣站着對你來講會比較吃力嗎？會啊，會一點點都會吃力啊。會啊。對啊。所以你曾經這樣最久都沒有人讓你坐多久？差不多快半個小時有，從那個南港那邊坐回到新莊那邊。就是怕發生意外而已。對。啊，是。不過今年佢嘅幾下分鐘就有人老飛人用出來嘅。讓座的幾率沒有他那麼多，大部分都不會讓座，因為他們覺得說他們坐的是很累的，那我坐的那上起來上公車，他們不見得會看到。初聽以下嘅感覺，今日呢到啲公車行嘅司機阿伯，以為用嚟開用別嘢情形啊。我注意到的他們都會讓座，畢竟有的位置年長的比較不容易到後面去，都會在前面這個讓給年長的，他們都會讓。司機阿伯知道接上都可能到用別嘢嘅情形，不過佢係知道博愛座係有存在嘅必要。設置比較好像比較自然一點。老人家有座位坐的那個機位比較自然一點。雖然老人家同司機先生都知道有位博愛座就靠會有人留意人用出來，不過還未看到有一堆觀眾席想用啲嘢又唔敢講。同學你好哈，你們在竊竊私語什麼？你們為什麼在竊竊私語？想說要不要讓座？你們在猶豫要不要讓座嗎？為什麼要猶豫？不是，我們沒有猶豫，只是推誰要去講。好，謝謝。所以你們剛才讓座為什麼要這麼猶豫？害怕。害怕？害羞啦，害怕。不好意思，即便你覺得那是應該要做的事情，還是覺得不好意思？還是有一點。是有 V 嘅人，就少冇 V 嘅好處。想為老 V 人用出嚟嘅人，又會更減少。可能廿件事情比想象嘅還較複雜呢。咁呢，唔有度過從安尼嘅情形麼？你們有沒有問過自己家裡的長輩，年紀比較大的，他們對博愛座的看法是什麼？我去問我的外婆，她也是說她覺得需要，因為其實我們年輕人很快一上車看到位置就是坐，可是老人他們的身手沒有我們那麼快，所以他們等於博愛座是給他們一個保障。那我請教3位一個問題：假設你今天在大眾捷運工具上，你坐的是博愛座，跟不是博愛座就普通座位，你要讓座的那個心境一不一樣？
不一样。就假如我做博爱座的话，只要有老弱妇孺，我就会让座给他们。可是我做一般座的时候，就会，如果我真的很累的话，就一定会坐在那边休息到我要下站的那一站。所以你觉得坐一般座就比较名正言顺，就不用让座？对，你坐在博爱座上面，你就感觉是不应该，原本你就不应该坐在那上面，所以你就有压力，就是说有人来，你就会非常是紧绷的，就是看到有老弱妇孺就是马上去让。那一般坐的话，你就不会那么紧绷，就是可能眼神偶尔会去瞄一下，只要有看到我就会去让，只要在附近我就会去让。谢谢3位的意见后，你有这礼拜为大家从管理的理由，还有民主党发起的连署来看博爱座对台湾做得非常好。以下是强调天时条件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係咪還是有博愛座？係講正經嘅副體機，如果先做好哪啲準備，幫大家共同去思考。呢是上半場嘅節目，係一個日公佈以後嚟看2禮拜。社會看世界。歡迎嚟到社會看世界嘅單元，強調了解新來嘅社會。大家好，我叫小魚，我今年要升5年級。大家好，我係阿丹，我今年要升6年生。那不好意思啦，妮妮小姐，好，我們大家都認識你。好，來，這個遊戲你們知道怎麼玩嗎？如果有一個人連輸3題的話，就是3題都猜錯的話，就要戴那個手套。然後如果我們3題都全對，就他要戴。好不好？要看我戴頭套的樣子嗎？你就加油一點。第一題。你們看到什麼？唐老鴨。哦，小魚看到唐老鴨。還有呢？維尼。小熊維尼。然後還有2個戴着小丑鼻子的人。還看到那個男的沒有穿褲子。哎呦！可是他沒穿褲子，他穿了什麼？你看得出來嗎？尿布。不錯不錯。來，你們知道是哪一個國家的國旗嗎？不知道。南美洲的哥倫比亞，他們在做一個活動。這是什麼活動呢？有沒有可能是世界懶惰日？你覺得是大家一起來懶惰，你就拿台灣以後的牌子，或者是世界寶寶日，那你就拿台灣黑熊的牌子。這麼快就有答案了，會不會被誤導了？來，為什麼你覺得世界寶寶日？因為懶惰日的話，你可以懶在家裡，不用穿那些東西。那你覺得他們有像寶寶嗎？他比較像。那個理由就會比像小嬰兒，像那個男生，他穿尿布，然後又吸奶嘴。啊，你講到一個新的元素，他吸奶嘴。然後又感覺好像是抱着一個那種小 baby 會帶的東西。大家都很肯定自己的答案，對不對？很不好意思啦，3個都答錯了。世界懶惰日，因為哥倫比亞人他們覺得生活的壓力好大，我想要找一天好好的放鬆一下，所以辦了一個世界懶惰日。大家就跟小孩子一樣，什麼事都不用做，連廁所都不想去上。有沒有？我包尿布，是不是就可以隨時就大小便在自己的尿布裡面？好，都有機會啊！頭套屬於你們的。第2題，加油！這個場景有人看過嗎？ISIS。哪位看到啊？新聞。新聞哦。ISIS這記得叫做乜嘢？好像 ISIS 在宣戰。可以嗎？你剛剛一開始就講 ISIS，你怎麼看出是 ISIS？有點像 ISIS 那時候在被砍頭的時候，然後反正都是那種人被他們扣押的人，就是跪在地上，然後後面就有一個人在講話，然後講到一半就下去了。然後我想要看一下，就是那個黑色衣服人舉的牌子。這樣子。有線索嗎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黑馬該。就是他們學 ISIS， 他們不是 ISIS， 因為他們在後面偷笑。所以不是 ISIS。不是，他們還裝扮。真的嗎？來，這個地點確實不是在中東，是在，有人知道哪一個國家嗎？沒錯。在歐洲，葡萄牙。你知道葡萄牙在哪邊？西班牙對面。西班牙在哪邊？
这里。哦，你知道马达加斯加了不是哦？哈，在这边。好，西班牙在这边，西班牙的左手边这边是葡萄牙。我们看题目啊，他们有一个抗议，这是一个抗议的现场，他们要抗议欧洲接收难民，还是抗议你们刚才都提到的伊斯兰国的暴行？哦，你要速度按掉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扮装的都很像伊斯兰教他们的形象。来，是我在这边指正一下，很多人搞不清楚，伊斯兰国跟伊斯兰教是两码子事。它不是伊斯兰教哦，哈，他们是打扮成伊斯兰国的人的样子。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在那个街头那边游行。大家的选择都是抗议伊斯兰国的暴行。好，公布答案了。欧盟接收难民。我解释给你们听哈，伊斯兰国他们在叙利亚开始有一些这些杀人啊，然后有一些对待平民百姓非常残暴的行为之后，很多人都逃离了叙利亚，变成逃离自己国家的难民。那么欧洲就接收了很多的难民，可是难民一来会产生一些他们原本没想到的社会问题，比方说原本的资源就只有这么多，那有了难民，是不是政府要拨一些资源出来给这些难民使用？所以故意用这样的诉求，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方式。并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人，他们对于政府的难民政策不满，但是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政党，他发起的极端的诉求，来希望获得大家的注意。你们都错2题哦，再错1题，你们就要猜拳，看谁先带了哈，3个人都要带。最后1题，这是什么？地点在哪里？泰国啊！哎，感觉起来像泰国。这么厉害，你从哪里看出泰国的？神像，因为有大象。哦，大象。那我先不好意思小打你们一枪哈。它在这个国家。印度的那边。对，下面这边好不好？印度啊。我们来看题目。他们在做的动作是，你们说的没错，是神像。他们要把神像捞起来，还是把神像哇丢到水里？哎，你大把都懂掉了哈。因为他们的手往后拉，就好像硬把这个东西拉上来，很重是不是？对，很像跌下去，要把他们捞上来，后面这样扶住。学姐，你终于跟大家不一样了。因为如果是捞上来的话，水花不会那种往外喷的感觉。哇哦，你会听到学姐的分析。对啊，因为它的水花就是你人下去，你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你把它丢下去或把它沉进水里，它一定会产生水花。那如果是捞上来，它其实只会产生一些波纹，不会有水花出来。但是手都是放在上面，如果要拉的话，应该是从下面开始拉，所以不然就是2只手拉。也是要把神像沉进水里。为什么要把神像沉到水里？希望可能是那尊神有被不好的东西附身，所以就帮他做了一些仪式以后，为了希望不要再有其他不好的神进去，然后就把它沉进水里。所以像是一种净化的手续。对。公布解答，恭喜阿登！那为什么印度人要把神像沉到水里呢？看来看下边2段解说。上神节係印度教有名嘅慶典，上神就代表好運嘅神，大家會不拜神態，連連拜12日，還會喺清明1日來辦儀式，老上神沉到河巴度後，希望見到天堂哥保佑大家，同時老法嘅運勢帶走。有錢嘅人會去搶大型嘅機器來做沉水儀式，冇錢嘅人更好去將他們嘅神像跳到河巴度後。今日看按照相片。看現場嘅畫面是啲，唔是團也啲，最有興趣、最有感覺，應當是世界男性人。為什麼這張照片讓您特別有感？因為集體上街這樣子，在街上這樣大搖大擺的躺在地下，所以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覺得如果是懶惰日的話，我應該就會在家裡看電視、吹冷氣，不會到大街上曬太陽。你的選擇是不是不一樣？對我比較不一樣，我比較喜歡這個，我對它比較有感覺，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們可能是文化不同吧，因為在台灣真的沒辦法去，像老一輩的完全沒辦法接受說，像這種人，然後沒有戴手套啊，沒有用水這樣清洗過手，然後就去觸摸神尊，像是一種褻瀆之類的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我覺得這張真的讓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。這就是文化的衝擊。你電視睇見嘅各種朋友可能按照相片，你感覺印象最深嘅又係哪張呢？
以上是2礼拜节目内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同样哦，下周礼拜六下午7点半要准时收听。小爱思天谱，先帮大家。欧盟接收难民，来，没关系，3个一起错 OK。原本在公布解答，恭喜阿登！啊哈哈哈哈哈！你觉得被我骗到有点？有点。